方式可以減少40% 嘅碳排放量。咦？咩叫做組裝合成啊？哦，組裝合成咧係一種建築嘅方式嚟嘅，就好似砌模型咁樣，可以減少喺現場動工，唔影響自然生態環境。咁博學多才嘅男人，真係冇得頂啊！出嚟啊！舒服晒。誒，傾住先啊！你揾咩啊？咦，都條線嘅，充電器咧？你都冇叫我帶。冇攞充電器，冇電咯喎！世界末日啦今次。哦，呢張凳咧可以叉電㗎。係喎。哇，好在啫！呢張木凳咧係由重用回收木材啦，同埋村裏邊嘅廢石料再造而成㗎。啊，嗰邊仲有個加水站㗎。仔啊，你加啲水啊，咁咪唔使買樽裝水咯。好啊！呢度嘅廁所咧又有兒童廁板，又有 BB 位喎，真係 fit 晒我。阿仔咧啱啱去完瀑布都唔臭添啊！我冇啊！因為有自動感應抽氣扇，當感應到有臭味嘅時候咧，抽氣扇就會加強風力，排走啲廢氣，就可以減低廁所嘅異味啦。但係咧呢度咁偏遠，平時有邊個負責打理廁所啊？啲廁所咧仲配有傳感器嘅，佢哋會實時監測入邊有冇需要補充廁紙啊、洗手液等等，同埋啲裝置有冇需要維修。有啲咁方便嘅廁所，真係出嚟郊外玩都安心啲啊！搞掂。 Go go go！阿仔啊，拖翻媽咪啦。我都冇手。爸爸拖住你啦。咦，咁姐姐隻手咪冇人拖咯？哥哥，你幫我拖住姐姐隻手啊！ Awakened by the morning sun, new day have just begun.